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頻道。今日睇深啲，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喺香港鬥咗10幾年，我哋由細見到大嘅兩間大型超市，百佳同埋惠康，佢哋竟然有朝一日可能會合併。最近呢一單新聞，相信真係令唔少嘅香港人都嚇咗一下，因為根據消息報告，怡和集團依家係同緊長和集團傾緊，想正式收購百佳。之後會同佢旗下嘅惠康再合併。如果成件事真係做得成嘅話，咁即係代表香港兩個最具代表性嘅超市，佢哋會由死敵嘅身份變成同一陣營、同一間公司。但係喺呢度，我都要好負責任咁樣講返清楚，目前佢哋未去到拍板嘅階段，因為根據返外電路透社嘅聲明，雙方的確係有意願去傾，不過喺短期裡面，佢哋唔會即刻完成交易，佢哋目前仲係處於討論嘅階段，所以大家而家聽緊嘅唔係已經合併，而係可能會合併，而呢一個分別亦都好重要。不過點解呢一單消息一出嘅時候咁多人有感覺？而個原因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百佳同埋惠康，佢哋兩個根本就唔係一個普通嘅超市名，而係承載咗好多香港人嘅成長記憶。我哋講返歷史，其實惠康好早就有，佢喺1945年就已經出現。當初佢同好多細辦館嘅形式一樣，都係由辦館做起。嗰陣時佢賣洋酒、罐頭、餅乾、飲品呢啲嘅入口貨品，而直到去1964年，佢先俾牛奶公司收購咗。之後佢就引入咗美式嘅自助購物模式，即係以前其實我哋仲要係要叫店員去攞貨。慢慢演變成由自己去推車，自己喺貨架度揀貨，變成而家嘅模式。而對於嗰陣時嘅年代嘅香港人嚟講，呢一個絕對係一個全新嘅消費模式。而至於百佳，其實佢喺1972年先由屈臣氏成立，而去到1980年嘅前後，百佳同埋惠康呢兩個品牌先逐漸越開越多店，而超市亦都開始正式走入去香港人嘅日常生活裏面。我哋以前好多時買嘢會去士多、去辦館，慢慢就演變成落樓去超市行返圈，咁就搞掂晒。而真正令香港人對於呢兩個品牌嘅印象深刻嘅地方，就係佢哋有一組鬥到入骨嘅競爭文化。可能年輕嘅一代唔知，其實早喺香港嘅90年代，香港嘅零售業係最旺盛嘅階段，百佳同埋惠康係日日都喺度打緊劈價戰。每個星期報紙一打開，就會見到一版又一版嘅減價廣告，而佢哋嘅核心策略就係一個字：平。而嗰陣時嘅市民可以話係精打細算，邊一間嘅雞蛋平幾毫子，邊一間嘅洗衣液有特價，邊一間又送多包紙巾，係足以影響你成個禮拜去邊度買嘢。而後續佢哋亦延伸到去廣告大戰。百佳最經典嘅一定就係黃老太，佢呢一個角色喺90年代簡直係深入民心，唔單止令大家記得，佢仲紅到俾好多嘅電影同埋劇集惡搞。另一邊廂，其實惠康亦揾過沈殿霞、鄭裕玲呢啲嘅大明星去做代言。佢用另一套方式去建立佢嘅品牌形象。簡單啲嚟講，當年嘅超市唔單止係鬥價格咁簡單，連文化、佢哋嘅存在感、品牌形象都喺度鬥緊。去到後期，競爭更加再升級。百佳有意上前，而惠康嘅母企 DFI 就推出咗 YUU， 佢將惠康、萬寧、7-Eleven、IKEA、KFC、Pizza Hut 呢一啲嘅公司全部整合埋一齊，開創咗一個會員嘅生態圈。而個目的係乜嘢啊？就係唔想你喺一間鋪頭裏面買，而係想你成個生活圈都留喺佢哋嗰一邊。但係問題就係依家，我哋今時今日嘅零售世界係咪仲係以前嘅嗰套玩法？我可以同你講，絕對唔係。以前我哋會話一間超市嘅最大對手就係另外一間超市，但係今日就完全唔同，因為佢哋嘅對手已經發展成為網購平台、手機 App、
即日送貨服務，不想消費，甚至你唔再煮飯，會轉去買外賣3餸飯咁樣。咁樣一嚟，好多傳統嘅超市，就算佢有好多間嘅分店，其實唔代表一定係穩贏。惠康嘅母公司 DFI， 佢自己近年嚟都講到，佢哋自己重視嘅係佢哋產品嘅價值、性價比同埋生態圈。簡單啲嚟講，即係佢目前佢想希望佢線上同埋線下係一齊去轉型。咁呢一度正式反映咗傳統嘅超市模式其實係面臨到壓力同埋迫切嘅改變需求。所以今次傳出咗合併，某程度上大家都可以理解為一個信號，就係佢哋繼續互相劈價、送贈品、送廁紙，其實可能已經唔足以去應付呢一個全新嘅零售環境。與其兩邊都鬥到大家咁辛苦，不如一齊整合資源，減低內耗，集中火力咁樣去對付內部嘅競爭。而呢一個可能係一個商業上嘅一個算盤或者策略。但係問題又翻嚟，如果呢兩間嘅龍頭超市合併埋一齊，作為最後嘅消費者，我哋會唔會變成輸家呢？而呢一樣亦係好多觀眾最關心嘅位。根據翻報道，有唔少嘅受訪者就表示，我哋擔心壟斷嘅情況，覺得以後少咗競爭，佢個價錢就可以任佢嚟講，可能會高咗，選擇亦都可能會少咗。而呢一啲擔心其實係唔難理解，因為本身百佳同埋惠康已經係香港最具代表性嘅兩間連鎖超市。不過另外一廂，有人話，而家嘅競爭對手其實唔係佢哋大家。佢哋仲有網購、街市同埋其他嘅零售渠道，而呢一啲未必可能要再用20幾年前嘅市場觀念去睇。簡單啲嚟講，我而家個關鍵問題就係，今時今日香港買日常用品同埋食品嘅商場，仲係唔係由傳統嘅超市去主導？如果當呢個答案喺你心目中已經冇以前咁明顯嘅話，咁即係代表合併之後嘅影響可能同大家嘅想像中有出入。而仲有一點，仲幾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地方就係，香港而家嘅競爭法裏面合併嘅規則，其實官方嘅資料都講得好清楚。其實目前呢一條法例其實只係適用於喺涉及電信牌照嘅持有人嘅合併裏面。咁即係話，就算今次係社會高度關注嘅事情，但係都未必好似大家會以為有一種所有大型嘅機構佢哋合併好自動自覺會有一套全面嘅審查機制喺裏面。而呢一點其實係幾值得香港社會去討論，就係現有嘅制度係咪足夠去應付呢一啲大型民生零售集團嘅合併呢？我哋退一步去講，對於普通嘅市民嚟講，呢一次嘅新聞仲有另外一層嘅感情層面喺上面。因為如果百佳最後真係合併嘅話，佢嘅品牌慢慢去消失，相信唔少香港人都會覺得香港慢慢少咗大家熟悉嘅香港味。而黃老太易上前藍色嘅百佳招牌，對於好多人嚟講，佢唔單止係我哋購物嘅記憶，而係我哋生活嘅佈景板。佢係陪伴咗我哋10幾年嘅品牌，去到今日佢有機會成為歷史。相信大家對呢一樣嘢自然都會特別有感覺。去到最後，我要總結一句説話：今次嘅新聞表面上睇落去好似係企業合併嘅傳聞，但係事實上佢裡面係牽涉咗3件事情。第一就係香港嘅傳統零售業，其實佢哋而家係面臨緊轉型嘅壓力。第二就係市場嘅競爭會唔會因此而變得更加集中呢？去到第三就係香港人熟悉嘅生活品牌會唔會係買少見少，再少一個呢？雖然而家成件事仲未拍板，所以之後嘅發展我哋都要繼續去睇。但係可以肯定嘅就係，無論最尾合併成唔成功，而呢一單新聞其實已經係提醒緊我哋，香港嘅零售世界其實真係變緊，仲要變得好快。新聞同埋我嘅分析就講完啦，唔知大家點樣睇今次嘅呢一單新聞？覺得今次嘅合併會唔會成真呢？同埋對你嚟講有咩影響？歡迎大家喺樓下嘅留言區裡面留言，講下你嘅睇法。
去到最後，如果大家係鍾意我嘅新聞內容，我嘅分享嘅話，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關心香港時事嘅朋友。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